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国健署的统计，国内的成年人每4个人都有一个有带着高血压。一般治疗这个高血压拢是食药啊，但是有袂少的民众拢会袂记伫食。讲这个高血压的患者，平均的控制率无到5成，也就是讲超过5成的高血压的患者，血压拢控制了无好。有好消息，美国心脏学院上届新的临床研究，透过这个导管治疗的手术，会当达到降血压的效果。台湾已经有250例手术的案例，但是无健保，做一届的手术要开15到18万。61岁老先生，45岁都有高血压，过去捌一天食57粒药啊，食到怀疑人生。一餐19颗啊，吃习惯了就不觉得说很多啊。袂少高血压的患者和伊同款，逐工食现济种的药啊，但是嘛是会烦恼副作用。美国心脏学院上新的研究发现，用导管治疗，就是心动脉交感神经电烧术，互患者免食药啊，就会当降血压。我们像外面的血管都是神经，所以神经它会传达很多神经到我们的脑。好，到脑之后，我们就再传达到我们周边的血管就会收缩，血压就变高。所以，我们只要把肾脏动脉多余的神经传导，把它做主角，它就不会过多的一个神经到脑。台湾已经有250例手术的案例，但是目前无健保，费用是15万到18万台票。以往的统计研究方面，大概有7成到8成的病人是有效的，但是它毕竟是侵入型的治疗。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副作用，就是可能会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阻塞，或者是所谓的剥离的现象。医师嘛讲，因为其他的病所造成的继发性高血压，还有心脏功能较差的患者，嘛无适合做这种导管治疗。手术进前嘛是要和医生好好讨论，平常时嘛要注意食和运动，才会当维持血压正常。